敬拜咱的上帝。咱来串联今仔日的圣诗哈，头一首是圣诗28首，圣诗28首。天父看到七照跋落，来，请。来，咱来吟第一节、第二节来。天父看到七照跋落，伊可怜因艰苦，伊遐尼疼惜这鸟仔，伊也一定疼我。天父疼我，天父疼我，我知天父疼我，我知。咱来吟第二首的诗哈，是圣诗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哈。咱先来甲第一节的歌词，咱来读一下好无？来做伙来，开我目睭，互我看见，你所启示圣经真理，伫我手中有奇妙锁匙，伊会拍开主圣旨意。当我恬静地听候你，我心便便爱你指示，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至圣的神，第二节哈来，开我耳孔，互我听见你所传播福音真理，真理的声若入我耳内，逐项虚假袂会过来。当我恬静地听候你，我心便便爱你指示。开我耳孔，互我听见至圣的神。哈，咱犹原来吟第一节、第二节来。
听者平安。请恬静心来敬拜。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咱着欢喜，着庆祝。上主啊，阮求你，求你解救阮。上主啊，阮求你，求你互阮兴旺。这是三角来吟圣诗，圣诗第28首。天父看到赤鸟跋落，请起立吟全首。Yeah.
坐，请咱三甲按头来祈祷。慈悲听阮的爸上帝，感谢你保守每一个人的脚步，带领阮众人各一摆来到主你的殿院。阮要准备心来聚会，要欢欢喜喜来朝见你，将重担交托伫你的面前，互主的爱来浇灌阮。伫敬拜中，伫祈祷，伫听道理的时，求你互阮得到把助，将你的恩赐的福分带转去阮每一个人的厝内。主啊，顶礼拜风台扫过台湾、中南部、东部甲外岛地区，因为风台大风大雨，造成崩山、淹水、停电的灾情。求你怜悯拄着灾害受苦的人民，施恩帮助因早日恢复田园甲厝内的环境。主，你要看顾因，互因倚靠你得到帮助。求你听阮的祈祷甲呼求，兴起较侪人的做伙来为即块土地祈祷。无论是实际天气的风雨，也是生命信仰内的风雨，求你拢带领阮度过，互阮伫逆境中得到智慧，听候主要为阮开路。今仔日透过林牧师所传讲的信息，互阮会当搁较明白主你的道理。感谢你赐了美好的话语，诚做芳芳的祭，互阮喙内的祈祷伫心中搁较坚信。求你教示阮的祈祷，爱按你的真理来行，并且互阮学习听候的功课，会当常常祈祷无灰心，将重担交托伫主你的手内。阮安尼祈祷，伫你的面前，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你的圣尊名求，阿们。即期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49篇，也是以赛亚书第55章。来，喙焦的人才有水。来买酒，来买奶。恁若着开钱买袂食得的面。恁注意听我讲就好，就好面通食。趁找袂到上主的时，就来找伊。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就归向上主，伊要怜悯。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天比地加若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搁倒转。要互夜静的有警志。对我的喙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以前有刺癖的所在会发霜癖。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恭受上帝的话，今仔日要读的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20章29节到34节。
因离开耶利哥去的时，有一大群人对耶稣去。只有2个青面人坐伫路边，听到耶稣对遐经过，就大声喊：“大卫的囝，怜悯阮！”群众甲因责备，叫因点点，毋过因搁较大声喊：“主，大卫的囝，怜悯阮！”耶稣停落骹，叫因讲：“恁爱我甲恁做啥物？”因讲：“主啊，阮爱目睭会看见。”耶稣可怜因，摸因的目睭，因随时阁会看见，就对伊去。愿上帝赐福尊叹伊话，阁照安尼行的人。即时来赞美，请献歌队。正道林牧师要讲的信息是：青面看见，请林牧师。大家平安，感谢咱教会接到今仔日圣经学义奉献主日感谢咱教会长期对圣经学义真大鼓励奉献甲参与，特别伫第一场牧师听到咱教会为着 COVID-19， 真侪咱的信徒搁挂伫线顶，毋敢来参加实体礼拜，所以咱的小会有决定可能要去圣经学院来参加即个野外礼拜。
伫遮牧师代表圣经学院的董事会教师先搁一遍，甲咱说多谢，因为在地化，若是咱公园教会无来帮助圣经学院的时阵，你想想其他的中会愈无可能。所以感谢咱的公园教会做一个指标性的即种的赞助。互圣经学院的师生得到咱的关心奉献通利益伫因的事工的推动，所以伫即个所在，咱继续来看影片因为影片会比牧师讲的更较清楚，所以即个时阵，咱请干事来放即个 DVD。咱学院伫每一学期规划课程，甲邀请的讲师，拢用祈祷的心，毋茫借这诚侪传教者的文益，伫草原无形的服侍中，通过上课，互牧会生活更加有活力，重新互受呼召的心有热情，互咱的身躯甲心神伫灵修甲进修了后，得着更新，将课程即个文益带转去教会分享，互教会众兄弟做伙成做伊伫即个时代变做有活命的。上过课的传教者捌安尼讲：感谢上帝，圣经学院提供的课程，互教会传教者得到真好的资源甲帮助。咱听到这话，是反映咱学院的课程毋但有理论，也有实践。除了阮每学期斟酌规划互传教者在职进修以外，咱学院也有基督教灵性课程的规划甲教学，对咱的总会到地方教会拢有实质的帮助。另外，咱学院也借着艺术，成做灵性形成的管道。每年圣诞节，大多数教会拢尽心尽力在布置，总是较无注重受难日，也是过活节。咱圣经学院今年有特别设计一套。对受难日到过活节的布置，互会友通过这艺术品产生对信仰的想象力，对受苦甲过活更加有灵性的意义。咱学院借着合办的课程，丰富真理的学习以及灵命的更新。70年前，对上帝来听，感动美国加拿大的宣教师，阁有北美的教会兄弟的奉献，才起做咱圣经学院。宣教师甲台湾的同工做伙做工，互校园成做神圣的空间，建筑物充满基督的香味。咱学院全体会伫这个时代继续努力，亲像乳香的见证甲服侍。咱毋茫提供教会一个优质的教育场所，延续信仰的造就。虽然有受到疫情真大影响，又原无放弃每摆服侍机会。无论是教会或机构，需要同款的教育训练，就是提供圣徒组织敬拜的礼拜堂、团契小组办活动的空间，包括这甲大等等，拢会当达到咱学院的理想甲目标。我愿意献工、献时间、你献金，这是咱教会真水的传统。邀请你为着圣经学院来关心大道甲奉献，多谢。
咱伫短时间看到圣经红衣即个 DVD，毋望咱兄弟继续用听上帝的心来支持圣经红衣。伫即个所在，除了代表圣经红衣的董事会甲咱请安以外，同时我嘛代表中华教会赖仲章长老甲咱请安。赖仲章早前读清大时阵，接受到咱公园教会栽培，伊伫即个所在洗礼了后，倒去伊的故乡中华，做真好的事工。因为伊有看到牧师讲要来咱新竹公园教会教学讲台，所以伫遮教话，请牧师一定要甲咱公园教会正信徒甲咱的统治说多谢。若无咱的培养，伊无法度通即马真做中华教会长老。若无咱公园教会早前即种基础式的即种的栽培，伊无可能真做一个有信用的企业家。所以伫即个所在，伊望当咱公园教会正中职，也是信徒咱咧做咱的教会事工的时，特别伫台岛的中间，嘛望咱兄弟姊妹为着赖总章阮的长老伊个人的信用、伊的家庭甲事业，嘛望因真做咱一个台岛的一个对象。无论是伫新竹，无论是中华，因为中章长老伊的企业伫全世界已经48国，做甲遐尼大吼，所以吼伫遮嘛望咱毋通看轻咱每一个时刻帮助遮的大专的遮学生。有可能清大、高大，还是其他学生来到咱公园教会做礼拜时，咱来把握，因为当遮的青年，因离开因的故乡，到无共款的城市读册时，信用是因的家长一直咧强调的所在。嘛感谢咱的公园教会距离遮大学真近，所以伫即个地缘的中间。咱拢有机会接触到外县市的遮个咱咧讲大专生，所以当因来到咱的教会做礼拜、参加小组，还是参加团契聚会时，这是因一生真要紧的一个连结。因为对因的故乡的信仰，到伫读大学的信仰，了后伫即个所在洗礼，将咱公园教会真水的信仰的教师甲造就，伊带转去伫伊原来所在，若安尼。咱会看到，虽然长老教会伫咱台湾的教派虽然无真济、无真大，不过咱拢通正做世间的光地上的盐，咱就是光。所以你当即个福音的光放伫赖长老的身上，伊就将即个光带到伫伊的故乡，所以即个光继续搁咧倒。所以伫即个所在望未讲到进前，搁一遍代表伊来甲咱公园教会庆中节说多谢，因为若无恁的栽培、恁的洗礼，伊可能搁伫路口咧哭受。所以伫遮望咱的中节也是小会、中智会各团契咱继续抱着即种借着机会。当人来到伫咱教会时，咱要怎样甲伊伫咱的教会做一个真好的训练？了后，因就亲像宣教所差派倒去伫因的所在。好，安尼伫即个所在，无说真简单甲咱的圣经学院甲赖仲章长老所要讲的话，伫即个所在做传达。接续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无需要用青梅看去即个咱真实的经文，咱做伙来分享。但今仔日经文所记载。耶稣对耶利哥上耶路撒冷过半过节，中间有真侪人对伊为什么？因为圣经甲咱讲，这是一个过节的日子。但耶利哥离耶路撒冷只有14里，地势比耶路撒冷城加3500尺，所以对耶利哥到耶路撒冷是上山的路。接下咱搁来了解耶利哥的城名，伊的意涵叫做樟树城，但这个城是文化的古城。咱若看旧约圣经，约书亚进入迦南地第一个攻取的城市就是耶利哥。搁另外先知以利沙伊的先知学校也伫这个所在。所以这个所在照咧王记下卷2章18节到22节记载，这个所在也有水泉。
所以通讲耶利哥城是一个休息上好的场所，所以要去耶路撒冷过节的旅客，大部分拢会伫耶利哥来休息。这两个青梅回答讲，5万目睭通看去。这时阵，耶稣怜悯因，望因的目睭，因两边就看去，了后来跟对耶稣。打马可福音段同款记载这件事。不过马可伊讲的是讲一个青梅，名叫做巴底买，而且耶稣叫伊来时，伊就等下伊的衫跳起来，真欢喜到主的面前得到医治。所以亲爱兄弟，今仔日咱就要对这两个青梅的信上学习两项真要紧的信仰的功课。第一个信仰的功课叫做耐心的人。亲爱兄弟，耶利哥城有2万人的人口，大部分拢是住祭司甲利未人。圣殿祭司服侍分做26班，所以无当地的祭司就住伫耶利哥城。耶稣捌讲过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对耶路撒冷落到耶利哥的中途救助一个人，总是祭司甲利未人却无要插因。当然这段经文咱拢真熟，有的信徒可能会为着祭司甲利未人解说，认为讲呢，因带要赶去圣殿服侍，所以无时间来救人。总是亲爱兄弟姊妹，咱若搁斟酌看这段经文的时，你会发现，咱所想为着祭司甲利未人，咱免辩解这个物件，拄颠倒病。因为圣经甲咱讲，因已经伫圣殿服侍完，做完礼拜，因正要倒去耶利哥的厝的半中途。换一句话讲，这法利赛人甲祭司呢，当伊要对耶路撒冷落山到伫耶利哥因的厝的时阵呢，这段时间因有的就是时间，总是呢因无怜悯人的心拿定。那安尼，咱会使想，住伫耶利哥城这两个青面的人。伊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呢，已经拍门请求真济住伫这个所在祭司群，请因来医治。第二个可能性，伊有可能来求帮赞，就是来耶路撒冷各路自称先知的人。总是呢这两个青面的人，因真有耐心听候每一个可能重见光明的机会，总是直到主耶稣经过这个所在。这两个青梅人一生的愿望最后得到实现。所以安尼讲起来，一个人的心理状态非常的要紧。有一句话讲，人受困扰，不是因为所发生的事，是因为对所发生的事所抱的看法。举例来讲，若是生理失败，损失200万，这个叫做事实。总是当事者若讲我完了，这种的看法。安尼当事者真正就完了，还是讲呢？一个查甫人爱着一个女性，总是娶袂着伊，是一个事实。若是这个查甫人佮加上讲呢，我一世人拢娶无某这种的看法，安尼就无好。经文甲咱讲，青面这两个青面的人，因的目睭青面是事实。不过这两个青面，伊互达地是啥物种的看法？是我死啊，还是讲呢？我的骹手犹原通代替目睭。伫历史中这个爱迪生，伊有一间价值100万的实验室，无小心互大火烧去。迄时阵，伊的同工朋友拢来安慰爱迪生，请伊唔通伤心。总是呢，徛伫火烧厝这个实验室的头前呢，大家安慰。总是爱迪生伊安尼讲。我明仔载下早，阁要去一间，亲爱兄弟，爱迪生面对着一间价值100万的实验室，因为一个无注意火烧去，伊无讲我死啊，我完了。伊伫当场安尼讲，我明仔载下早，阁要去一间实验室。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真做基督徒，有可能嘛拄着恶担当的事，总是当你拄着恶担当的事的时。虽然你是一个基督徒，总是你的心是我完了，我死去，还是上帝会替我开路？
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伊讲过一句话，伊讲所有的灾难，大部分拢是出自人对现象所采取的态度。受害者只要改变因内在态度，对惊吓转做奋斗，安尼灾难就会使互伊成做鼓励伊的一个利益。总是当人无法度通闪避灾难的时，会使用欢喜的心情来面对，伊的刺拢会落落来，最后会变做一张美丽的花树。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信仰来讲，到底什么会叫做信仰？咱真做一个基督徒的时，若是你的信仰只有来参加礼拜，只有参加其他的聚会，还是路口的特会时，总是呢，上帝无甲你讲呢，你真做基督徒会使杀掉免事牌。当你若拄到灾难的时，好亲像爱迪生损失100万的时，你的心内到底看这项事是什么货？若是咱真做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礼拜来到教会做礼拜，咱的观念若是无调整的时，信仰还信仰，灾难还灾难，耶稣还耶稣，你甲耶稣一点仔关系拢无。佮另外马可福音段伊有形容，耶稣请痴迷来的时，这个青梅巴蒂麦，伊非常欢喜，脱伊的外衫跳起来。后来脱伊的衫跳起来，这个动词伫迄粒文叫做五望来临的欢喜。亲爱兄弟姊妹，一个人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一点仔欢喜拢无，伊要安怎做见证？换一句话讲，今仔日咱来参加第2场的公园教会信徒。当你备办心对恁厝来到咱公园教会做礼拜，你是花头喜面，用低头的心来到教会做礼拜，还是心不甘情不愿，拖着叮当的脚步来到教会做礼拜？伫第1场，牧师甲这讲国语的兄弟姊妹讲，你若是欢喜来到教会，好亲像这个青梅的人，脱伊的衫，用低头的方式来到教会参加礼拜，人请举手，歹势只有一半那丁。共款的问题，今仔日牧师要问咱。因为咱是第2场传统的台语教会做礼拜，咱的听词拢非常的水，圣歌对牛唱歌，咱的抒情搁弹乌根感动天。总是牧师要问：当你来到教会做礼拜时，你是欢喜着跳，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因为你搁做长老、执事、干部，无来搁袂使，心内搁真内热，好来欢喜着跳，人请举手，感动哦。袂歹哦，3/4总是有1/4的人无举手。若安尼，请问1/4的人，你是抱着什么种的态度来参加礼拜？亲爱兄弟姊妹，因为咱是交换讲台，所以牧师会使讲了真重、真深、口舌的话，总是口舌毋忘那个半时间啊。为什么无爱互你每一遍参加主日礼拜时阵呢？因为你有准备。长老教会真强调上帝话甲圣神做工，真人你感受到哇！即马圣神上帝离咱上近呢。无论是遮层，无论是一遮，无论伫规栋咧活动，拢有上帝呢，对毋对啦？有的人做好耍，头前毋敢坐，拢坐后壁。伊感觉咧后壁无圣神。毋是咱公园教会，特别我若是交换讲台，我拢会问，请问咱的信徒来，咱的教会有上帝无啦？有无？绝对。来，你杀出来，互我看，看袂到。若安尼，恁咧敬拜是敬拜假哦。信心是啥物货？来，心中杀出来，互我看。亲爱姊妹，牧师毋是甲你讲耍笑，因为阮做牧师拢是第一线。中华这个所在无都市嘛，无庄脚，所以3不5时啊，阮的教会离火车头真近，行路毋免10分钟。所以逐礼拜拢有路口的人来，总是路口的人来呢，伊嘛咧问牧师，恁教会真香？我讲什么咧真香？就是很灵验。你祷告的话，他说呢，牧师恁教会呢有那个磁场很重。我讲你咧空安么？毋是共款咧拜堂吗？
毋是同款一个十字架一本圣经吗？啊，哪会阮的教会较啥？拜托的，阮的教会毋是庙呢。啊，了后又讲呢，牧师，你安尼讲吼，甲你借问吼，恁教会有够赞啊！因为阮的教会装饰很特别，因为阮是贝壳式。贝壳式吼，就是迄个隔音效果很像一艘船的船底。我爱入来开始讲呢，讲哦，牧师，恁教会真正吼，迄个神圣的经验很强呢。你可以跟我讲上帝在哪里吗？我甲恁共款，我甲恁共款，讲拢共款啊。结果伊甲牧师条件，牧师拜托，你甲恁的上帝刻出来。我讲我要安怎刻？结果讲你看我就好。我真甲伊讲啊。上帝看袂到，但是呢，我是伊的代言人，但是我毋是神帝，我叫做牧师，你看我就好。结果伊说哦，啊牧师会使加头毛加安尼哦。咱牧师吼较缘投，因为我这条头是因为我有一个加头毛的信徒，伊讲牧师，哦你最近真臭，迄顶管落了，所以吼全部甲你加起来，头前后壁加起来落一撮，安尼叫做执法。所有的头皮的影响阮走来这几件毛。我讲后来我会加光头、平头，伊讲牧师唔通啦，恁牧师无咧加平头的啦。后来牧师要甲你讲这个是一项。每一遍咱来到圣殿做礼拜时，你是欢喜低头，还是艰苦做寡？当你若是欢头喜面，用低头的心来到教会，你所行的每一步，拢有上帝恩典甲祝福，亲像冷咧滴。你捌想象过无？当你对恁厝行到咱公园教会时阵呢，你每一步拢是祝福的记号的时，你会珍惜袂？咱若去看旧约圣经，约书亚带以色列人第二代要去到迦南地时阵，因安怎入去？约柜放头前，共款祭司分这达啦。总是呢，这第二代基督徒呢，要入伫这个迦南地过约旦河时阵呢，伊真惊呢，因为第一代无经过旷野，所以第一代以色列人全部是伫旷野。总是第二代人要安怎经验到上帝甲因三甲地地这个大的困难。所以约书亚甲伊讲咧，免惊，咱吼唔通惊，唔通乱，大步甲伊行过。结果这以色列人呢，第二代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时阵呢，每行一步水就退去。你来想看看，你的脚步行伫水的中间，水竟然退去，你会惊袂啦？这人毋是互电着呢，是圣神上帝带伫头前的，所以叫做耶和华。耶和华希伯来文叫做将军，这个将军叫做元帅，这个元帅是真高小战的元帅。所以同款兄弟姊妹，咱已经半工来参加咱的主日礼拜时，牧师要问恁来到教会做礼拜，迄个动机、迄个态度是啥物？所以讲起来，今仔日咱看到耶稣伊伫即个青梅人非常的特别，因为伫文和原文内底真趣味。英语咧讲习惯叫做 habit，habit 原来意思叫做一块布，也是一领外衫。所以伫马可福音段呢，马可用即个巴底麦将伊的衫脱起来，条条欢喜到主的面前，伊咧甲咱讲一项真要紧。若是咱的习惯，照原文来讲，伊是一领衫。安尼每一个人穿真久、真下属的外衫，咱真难去甲伊换掉。这个叫做习惯。亲爱兄弟姊妹，咱正做基督徒，咱敬拜主拢有习惯，对不对啦？后来，这位姊妹，圣歌队，你的位置都是这个位置吗？那如果今天有人坐你的位置，你有办法唱歌吗？来拍破我一个。无数去真济教会讲道，好亲像每一间教会头前的椅拢会共加。特别我若是坐到另外一个信徒的位，迄个信徒吼，规场拢无法度做礼拜。有想讲呢，为什么林牧师坐我的位置？他为什么不坐别人的位置？但是恁的椅敢有啥名？无啊！为什么人坐到你的位，你会挡袂掉？你来敬拜上帝呢？总是若是吼无得有坐你的位，你敢有法度？有法度无啦？你看只有遮咧讲啊，顶悬的人你拢无讲啊，表示今仔日我有因为阮牧师拢有休困，我会叫阮囝
甲今仔日这个图像吼，甲恁录起来。若是牧师，有一天休困的时阵，来到咱公园教会，我伪装一下，不要这样子来。我莫穿黑色的衫，恁无人捌我对毋对啦？我若目镜搁家换起来，莫用这个黑青的，我莫挂目镜。你敢捌我是牧师？我若戴一个渔夫帽，你捌我吗？我调工坐陈文进长老的位置，我坐遐看你有法度无？无顺便你讲生笑。咱的敬拜的态度，真正不如这个青梅的人，因为咱太济习惯的物件，无论你坐什么位，无论祈祷什么方式，无论唱歌大细声，无论食物件，无论讲话，无论探访，也是讲来这个所在来牧师讲问，今仔日咱来做礼拜，有人甲你阿说字的，请举手。恁有交代无啦？有人举手，感谢做2个哦，3个。啊，所以恁拢空气嘛？恁塑胶吗？恁对恁的厝对1楼坐电梯来到这个所在，无人甲你拍招呼吗？有无？有无啦？啊哪细声啦？有，感谢主。我来时阵，阮这个妈妈，这个银色的妈妈，你的歌声，你开，咱家拍破者。8点半进前就到啊，伫1楼。8点半进前哦。伊伫个所在咧暖身啊吼，风哇，声音非常的水。无所问另外一个长老讲，伊是声乐家嘛？敢真正声乐家？嘿啦，无要紧啊，就帮无要紧。嘿，好来，无事要甲咱讲是讲吼，咱有真济太济习惯，甲咱绑死去。迄个习惯就好亲像一领衫。因为咱唔甘，所以这个习惯一直影响你，互你的信用，互你的做人，互你的性命无法度通进步。所以今仔日马可福音，马可这个作者，伊用8滴麦这个烫衫这个动作，甲咱讲，咱的信用爱突破咱的习惯。虽然心理学甲咱讲。性格和咱咧讲的习惯会变做你的个性，这个个性会改变你的命运，这是心理学咧讲。总是亲爱姊妹，咱做一个基督徒，每一遍参加礼拜，你有相信你的命运会改变袂啦？会袂啦？我啦惊到，啊无你祈祷拢祈祷假哦。我无说讲真的哦。你若是真做一个基督徒，虽然你有读圣经，你有祈祷，你嘛看有圣经。总是你若无相信信用的亏力，通帮助你来改变你的一生，安尼这个信用要创啥啦？长老教会虽然真济是大人，年纪真大，总是这是大人，互咱有真大的启示甲感动。这是大人可能册读无咱遐济，可能才调无比咱较好，总是你看因的祈祷书，你看因的信用的脚力，互咱感动。那用台语咧讲。咱长老教会老信徒，包括今日来参加公园教会这信徒，恁老懵老，阁会抱土豆甲抱甘蔗，有够无啦？嘿啊！啊，若用一个较斯文的，咱的老树头阁会报心意。所以讲起来，上帝是看内心，毋是看外表。这个应该咱兄弟姊妹拢捌听过，总是一项真要紧。你每一个礼拜。半时间来参加聚会，你有确信信用通改变你的命运无啦？你有确信无？嘛是咱圣歌队。咱每一遍做礼拜，就是你的性命改变的时刻。咱的祈祷，咱的呼求，咱的渴慕，总是上帝拢有听到咱呼求的声啊！圣经甲咱讲安怎？咱的上帝伫天顶呢，伊耳耳孔听恁祈祷的声。上帝真爱咱祈祷。啊，总是你祈祷啥啦？听无所意思无？你若是永远互你的习惯牵咧行，安尼你的性命哪有啥物种的展望？所以今仔日咱看到这个痴迷的人，因不但有耐心，因阁会把握机会，而且真欢喜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哇，一句话讲，一个人若有心，就通成就任何的代志。总是若无心，机会当然会流失。若是咱的信用呢，无法度通突破习惯，
所予咱的个性的时，安尼恁的信仰到最后是空空。耶稣甲咱讲，有一天我一定会来，我来亲像贼一样，总是我来时阵会好亲像火咧倒。恁的信仰是茶，还是金，还是银？亲爱姊妹，你捌想过你的信仰是茶、石头、金，还是银？捌想过无？捌想过无啦？还是恁牧师拢无咧讲这啦？有无啦？今日牧师好亲像咧甲恁背灵呢，总是不要紧，因为咱的黄牧师最优秀。后礼拜呢，总书会进前搁伫英国做宣教师，后来咱拢有机会，哦。总是咱的礼拜，咱的侍奉，到底你的性命有得到坚固甲改变无？所以今仔日咱对这个两个青梅，还是一个巴底马的心肠，咱确实要来学习这种耐心的精神。因为因有耐心，因为因愿意听候，因为无互因的习惯所影响。人叫伊莫讲，伊单单要讲咧。因为伊知影咧，这个机会若无把握，我一世人永远拢是青梅。所以亲爱姊妹，若是咱抱着这种青梅人的精神咧，每一遍来到教会做礼拜，你的心会得跳，因为你唔知影今仔日圣经要甲你启示什么货，你唔知影圣神伫今仔日你的祈祷的中间、吟诗的中间、圣歌队的歌声的中间，包括咱周报的消息呢，伊要甲你讲啥？了后牧师接到了后，你唔较有工课通做，对唔对啦？不是牧师讲好啦，我们这边回去了。那安尼个唔免牧师啊，恁卡钟啊，恁教会唔是有一粒钟，恁有咧卡无啦？有没有？无要紧，装饰没关系，福音精声。因为新德教会嘛一粒，阮中华教会嘛有。中华教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呢，因为佫是美军哦，所以迄时阵甲所有的铁铜全部拢收起，扬起来要做武器。中华教会早前，因为即摆已经是137年。早前有一个信徒唔甘教会钟，互日本人杀去、扬去做武器，伊藏起来。亲爱姊妹，藏钟是足危险的。恁若有日本警察抓到的时阵吼，唔是拍尔呢，唔是拍尔呢。结果这个会友藏起来，真正逮起来。恁捌去鹿港无？有没有去过鹿港？如果去鹿港吼，有一个地方他会叫你去看，那个所在吼。就是讲，鹿港人啦、好野人吼，因拢是住两层楼啊。伫这楼啊中间，他们是用红砖，迄个砖贴起来。因为吼台湾人吼真惊死，惊死讲咧，伊真好野，珠宝要藏对，以前也无保险箱，所以吼好野人就伫迄个壁中间吼，找几块砖啊，甲伊抽出来，了后呢，所有的钱吼拢落内底，佮算算的，佮甲砖啊藏落去。鹿港有这种哦，所以如果你们去看的话，应该是鹤栖别墅。鹤栖别墅那边有一个景，也讲呢，这个是以前很有钱最有钱的一个员外，伊所住的所在。伊甲你讲，伫伊的壁道内底你算第几排第几块砖啊，你甲伊抽出来真的呢，阮去甲伊看呢，抽出来真正有一个空间呐，迄个是咧藏钱同款。这种的鹿港的风俗。影响到中华教会信徒，伊真正把钟藏起来，藏起来呢！你想迄个钟无大粒啦，差不多2尺宽，长差不多3尺，要安怎藏？要藏面前骹吗？面前骹无遐悬啊！所以这段历史后边会使去看，因为这个信徒听主听到安尼，把迄个钟用性命去保护。当然，二次世界大战了，迄条钟佫挂起来。迄时阵中华城叫做半线，鹿港到伫中华，迄当中佫无闹热，所以呢，特别中华教会到即马，对过去137年宣教书开始到即马，要做礼拜时阵拢爱敲钟。阮有2场，第一场7:50下早敲7声，敲7声；第二场9点半弄12声。听讲，迄时阵鹿港的教会，若听到阮咧敲钟的时阵呢，因为拢爱行路，有的人讲咧，哇，即马这个时间是礼拜的时间，真正敲钟。所以啦，要真做中华教会的中职，拢爱学习要安怎敲钟。敲钟不好敲，你捌算过数钟无？
手中，手中那个要有技术呢，没有声音呢。赶快啊，恁教会迄粒要安怎卡？靠胆，靠好响，没使得了。这个真的是要技巧啊！当然我们的福音的钟，它现在还在敲。为什么要敲？因为呢，每一遍敲钟就是甲信徒讲，无咪信徒，恁哪有耐心？等6天啊，今仔日主日礼拜，爱来做礼拜。虽然做送有送无啦，咱都市也免啊，对不对？敲钟难听死了。我们去英国买那个连续钟，有4粒、8粒的。我早前个伫海波教，你捌去高雄的海波无？那个是我们台湾最漂亮的教会，原汁原味，从那个欧洲直接跟天主教要他们的那个设计图。啊，你知影天主教瞧不起基督教的，瞧不起。包括有一遍，牧师走去台北的天启社买因的圣餐杯，圣餐杯你知影大用的。结果修女讲呢，先生你要买这个干嘛？先生，我讲我要用啊，我要准备牧师剪给看呢，牧师。这个不是你们基督教用的，这是我们神父在用的。我刚刚借我用一下好不好？不行，不行呢！我讲为什么不行？我是牧师呢，不行就是不行，请你离开。后来我拜托我的信徒假借天主教徒，讲这个要送给那个神父，他真的就送给他了。所以讲起来咱有真济物件咱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过真要紧，这个痴迷的人，伊得到耶稣的医治，伊是花头喜面，因为伫伊的心中有耐心。所以，亲爱的姊妹，恁有耐心无？你们有没有耐心？我们第一场做礼拜你敬拜赞美呢，仰望天堂。总有一天我会上天堂。来，赶快牧师问恁，咱讲台语的，来，恁最后要去佗？恁敢有把握？有的请举手。好来，咱拍破我一个。3/4无举手。当然，牧师不是要侮辱恁，不是哦。当有一天，耶稣还是上帝伫天顶，听到公园教会礼拜赞美的声、祈祷的声、吟诗的声，互伊感动。上帝会对天拍开讲，新德中会公园教会参加第2场台语礼拜的信徒，恁俄乐敬拜声我一定听到。这时我拍开天门，请恁全部拢起来。恁要起来无？蛮正的。咱家拍破啊是嘞。为什么要拍破啊？咱确实有真侪任务。咱来用迄个心理学家阿里克森，伊讲人生8大任务，对出世到伫死，每一个阶段都有任务。基督徒嘛有任务，总是有一天你祈祷的声，上帝甲你讲，某人你祈祷我听到，来，到我日到伫乐园做伙来享受，你袂无？你袂无啦？当然年老拢袂啊。你问这少年的无结婚的、无工作的、无厝的，看伊袂无？牧师不是跟你开玩笑。信用虽然是顾着咱的生活，总是你属灵的性命咧。咱一个人有2种的性命，一个是肉体的生命，一个是灵魂的生命。等到有一天，恁敢知影？即摆联合国甲咱讲着世界，即摆是什么种的现象？联合国即摆甲咱讲现在叫做沸腾时代，没有软化了。恁有看到这个消息无？有无啦？哎呦，拜托，咱信徒第1场嘛听无呢？我中华哈尼庄口的所在，个拢知影联合国的代志，恁哪拢唔知啦？软化会造成很多的现象，但是沸腾更恐怖呢。今嘛联合国甲咱讲呢，现在是太平洋台风的活动期。你有感觉？这几个月，逐礼拜拢有风台有无？啊，恁会惊袂？你袂惊啊？恁哪会惊？恁伫新店呢，对不对？最近大直迄栋大楼不是沉落去，有人去
有人去研究讲呢，哎呦，咱台湾吼，这个岛数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区域的土地是最硬的？结果呢，看的时阵呢，在桃园县，啊，桃园离中华，离咱新竹半点钟啊。安尼恁要选厝无啦？无啊？为什么？啊，习惯了，感谢主啊！对啊，这个咱的土地啊，因为咱台湾人高人真多啊，虽然土地会异化，还是有办法可以处理嘛，对不对？嘿啊，但是吼，咱的信徒好亲像老神在在。现在地球一直是在冒烟，那南北极的冰棚跟那个格陵兰的冰棚一直在融化。可是这些水要跑去哪里？水要走一堆。这冰南游去的时阵呢，来无顺问吼，今麦要游泳的请举手。游泳的会游泳的举高一下。后来绑得来，后来你在游泳是穿衣服游还是穿泳衣游？哈，都可以游。我是说你是穿泳衣游还是穿衣服游？后来。咱台湾较特殊，咱台湾咧教囡仔游泳呢，是穿游泳裤、游泳衫。你若看日本、韩国、德国，因是穿衫咧游。为什么？除非你是你是游泳的选手，伫游泳池吼，你安尼咧游无问题。总是咱什么时阵会游泳？你坐了游轮或是游艇，若是真正发生船难的时阵呢，穿救生衣爱游泳对不对？对不对啦？啊，你若想铁达尼号，你不是好野人，无机会坐迄个救生艇。好，让你穿了救生衣，你会游泳吗？袂晓啦，我甲你讲真诶，袂。穿游泳衫、游泳裤游泳是一种；穿衫、穿裤、穿鞋仔游泳，佫是另外一种。第三种，你穿救生衣游泳，又是另外一种。所以讲起来，牧师毋是要甲恁吓惊，我们要学习求生技巧。阮的姊妹教会伫信义乡最里面地利，最少海拔还有500公尺。如果我们的咱的冰山扬起的时阵呢，海平面伊会称悬，若称悬的时阵呢，住伫台湾沿海所在拢安怎？拢沉落去。所以在这边，牧师甲第一场的讲，若是这少年人恁还未结婚，要去威尼斯，拜托较紧去哦。你要去帛琉、南洋的地方，赶快去！为什么？因为若是地球继续咧清冷的时阵呢，这个岛会安怎？沉落去。啊，恁会惊袂啦？恁嘛是老神在在，恁无感觉？因为安怎？氢气拍到这已经冷去，因为咱地势较悬，总是真爱姊妹。牧师讲这个人，讲这是要互咱知，耐心真要紧。世界咧变。上帝会听不变。虽然咱知影，可能以后这种天灾会愈来愈多，当时咱要听候什么会？人的悔改，人用欢喜的心来亲近咱的主。咱的教会叫做急难救助的子，应该咱这有吧？你捌上过民防无？民防，迄个曹新成咧讲的迄个，你捌听过无？国防，我哪拢恁是都市人呢？那这种社会事，恁哪拢唔知啦？教会、甲学校、甲警察局同款，恁有地下室无？地下室叫做避难所。所以伫为吼，就是讲，伫迄个小镇，也是伫迄个灾难来临的时阵呢。教会成做一个避难所，所有的人拢会来。所以当初牧师要去海埔教会牧会，因为小委员甲牧师讲：“牧师，你会不会游泳？”我说：“我会，我是海军350梯次，我今麦57岁。”我甲讲我海军的，伊讲海军嘛无一定要游泳。我讲我游互你看，因为边仔温啊。我讲呢，我除了会游泳，我还会操作。因为牧师当阵有去陆战队，所以我有学真济杀人的技巧。了后咧，这长了有一个较白目，伊讲牧师，若是阮教会有水上摩托车，你有法度通骑无？我讲会，因为我伫国中会拢做教社部的部长。我讲咧，水上摩托车我打是嘛会啦。因讲真诶假？我讲啊，无你牵一只牵出来。
你讲无说你会晓骑水上，会晓骑沙滩车袂？会啊，原理拢共款啊，毋是用吹啊，是用鞭的啊。结果因为长老讲，阮即个林牧师会使，嘿，无讲会晓牧花无，伊只有讲你会晓游泳袂？所以讲起来，即个耐心对咱来讲，无论是牧师或是信徒，咱拢会拄着。所以今仔日咱对耶稣用即个青梅人，即个人的身份，互咱知，青梅罔青梅，总是伊有比咱更较侪耐心。即个信仰的功课，咱来家学习。来，第二个信仰的功课叫做感恩的人。圣经甲咱讲，耶稣当医好这两个青梅，也是一个巴底麦因的时阵呢，这个人无讲一句话，拢存着感恩的心来跟对伊。所以，亲爱的姊妹，美国这个目睭青梅 A 教的教育学家海伦凯勒，伊讲过一句真好的话，伊讲安怎？人生最大的不幸，毋是目睭青梅看无，是有目睭却看袂到。亲爱的姊妹，上帝创造人非常的奇妙，特别目睭这个创造，佫非常的奥妙。咱的目睭人，伊亲像呢一粒乒乓球遐尼大，总是伫遐尼细的空间呢，伊却有千万电信的设备，会使接收150万以上的信号。咱人类80%的知识，拢是靠目睭来收集。视网膜是对1.37亿粒这个感光的细胞所组成，其中1.30亿粒这个长条形的细胞，伊互咱感觉乌白的色水；另外700万的这个圆尖形的细胞，互咱感受到彩色的这个色水。所以当咱伫路面看到一个人的时，咱咧想讲，这个是什么人？这种的动作就是对视神经，以每点钟300英里的速度，将咱所看到的影像传到伫大脑。大脑呢，用这个真紧的时间，甲咱讲咧，你即马伫路面看到这个是什么人？后来，互咱看到大脑，大脑阁甲你讲咧，这个什么人？迄个时间2/1000秒，非常的紧。虽然目睭上帝创造遐尼奇妙。总是咱人嘛有近视、远视甲盲点。后来牧师要讲，咱的身躯有近视，总是咱的信仰嘛有近视。什么会叫做近视？就是看袂到远远的理想。亲爱的姊妹，咱信主久久，无论是第1代、第2代、第5代，拢是牧师要问：今仔日来参加教会礼拜的人，你真做信徒久久，你阁有理想无啦？还有没有理想？有，你几岁？50。牧师甲咱讲哦，咱有真侪信徒信主了的时阵呢，真的没有理想哎。后来咱讲较很细的，五子登科好不好？你几子了？还没有，会不会忙？五子登科完就7子登科了嘛。后来世间人因为着生活。他们处心积虑去追寻，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你真做基督徒的时阵呢？你的基督上帝拢咧听，上帝嘛赐你安怎用袂了的恩典，总是用袂了恩典的时阵呢？牧师阁要问，伫上帝恩典的中间，你阁有理想无？你有无啦？我安那点伊啦？咱的社会阁会晓讲咧 ，COVID-19 对2019开始的3年，所有的人拢揪入去。无爱伫这个实体礼拜，所以呢，咱的社会讲呢，不行哦，3年了要归队，对不对啦？对了，我帮你奉上。即马阁有真济，讲真的啦，即马真济呢。你捌听过恐慌症无啦？迄有的人真正3天都唔敢出去呢，出去讲，哎呦，我会死，敢死啊？什么吼？第一个所在会死，是你神经细胞，还是你真正人会死？无啊，拢是feeling啊。所以，咱咧讲起来时阵吼，咱做一个基督徒，虽然咱有近视，咱属灵嘛近视，因为咱看无到咱远远的理想。历史甲咱讲呢，毋是咱哦。伫历史中间呢，当英国人发明雨伞的时阵，发明的人掠雨伞伫路面咧行呢，互英国人石头甲伊牵啊。来，切你咧，咱捌无？切你咧吼，伊用望远镜咧看天顶的星星的时阵呢，
互迄当时的天主教讲呢，啊好啊，切你咧，你偷看上帝，对上帝无敬虔呢。甚至吼这个瑞典人 Stephen Hill 伊发明放镜的时阵呢，伊嘛互迄当时的天主教讲呢，哎哟，你哪会使拿那个那个放大镜看这么小的东西呢？伊讲吼，这个是巫术。所以这个发明的这个瑞典人吼，差一点互天主教用这个火刑来烧死呢。所以亲爱的姊妹，所以讲起来基督徒吼，包括天主教徒，拢做闹亏。闹亏什么货？用因习惯的方式敬拜上帝，伊互因习惯所宰制的信仰砍死去。亲爱的姊妹，上帝互咱有想象，这个想象成做一个行动力，变做是咱的文明，对不对啦？所以你当远远看到迄个所在真远，咱脚路无好，你会用什么货来取代？骑脚踏车啊！总是脚踏车伤过久啊，我发明奥多麦啊，奥多麦佫无够紧啊，我发明什么货？汽车啊，汽车佫无够紧，要发明啥？飞机佫无够紧，要发明啥？火箭啊！所以咱会使对远远的所在，对地球安尼看，甚至会使到伫外太空呢。总是咱真做基督徒，你有这种的理想无？来个另外，咱拢是一个远视的人。什么话叫做远视？就是近的物件看无。亲爱的姊妹，牧师咧讲这，毋是讲咱的目睭生伫头壳啦，毋是啦。是咧甲你讲吼，有足侪近的物件，你拢袂去关怀。早前长老教会拢咧讲什么话？信用生活化，生活信用化。意思讲吼，咱基督徒毋通只有做礼拜日的基督徒，拜一到拜五，吼，也是讲拜到拜六。你毋是基督徒，你有这种现象无？有无啦？感谢主呢！咱公园教会真正袂歹呢。牧师问你拢真正袂歹呢。真诶，有一个牧师真够讲道，但是伊甲牧师娘的生活无好。有一天，这个牧师伫讲台，讲到喙角全破啦，大家拢阿门阿门。结果因某牧师娘袂爽，伫牧师馆甲这个枕头对后壁行到头前都给拼落去哦。伊讲牧师，今天你就睡在讲台吧。回友讲呢，牧师师母，你这样子不行啦，不行啦。结果葫芦团客甲路的长老去问讲，师母你哪他激动？你怎么这么激动呢？怎么把你们家的那个枕头丢到讲台呢？牧师娘甘着目屎讲，所有的长老你都不知道，我们牧师啊，说一套做一套，他说的比做的还好听。这是真正的咧。后来，因为我袂使讲信徒，只会使讲牧师。咱有做者信徒吼，真诶啦，讲一套做一套。心内虽然是基督耶稣，总是嘴讲耶稣，总是心内是不做。咱有做者青少年，即马无爱来教会呢，他们去参加庙会，当八家将比考第一名还要好。我考第一名不见得可以出国。我若是这八家将，可不可以出国？可不可以啊？不可以我再学那个变脸一下好不好？你也知影咱教会为什么袂进步？毋是咱整体长老教会袂进步，其中一项是讲呢，咱对青少年到底有看到因什么种的需要无？这个囡仔拢伫咱的身躯边呢，总是咱的囡仔走对去，因仔无对来伫咱的公园教会，因仔走去外教派，为什么？你捌想过无啦？哇，那点，咱有真侪信徒，我讲真的我们都是属灵的远视，近的地方看不到。咱搁讲一个咧，即马天灾地变真侪，总是你若看特别若是发生很大的天灾地变的时候呢，中国捐款救灾第一，台湾有没有捐款？有，寥寥无几。同样拢是灾区的受害者，为什么咱的目睭拢看去中国啦？你台湾人你哪拢唔看啦？来，牧师是咧甲咱讲一项，就是讲，咱的目睭呢，近的拢看无，所以地教长老教会无都定睛伫咱的中间来，伫这个所在，牧师嘛甲咱讲，第一场我有讲，中华教会有真难救助金，毋知咱公园教会有无？有安尼真难救助金是？为什么人为哪一类的人设定的？
会友会使用一个，还是绕口？哦，那点点。哦，牧师要甲咱讲是讲吼，我们的教会，哦，真的哦，你要看你身躯边的人。如果你身边的人你都没有办法救他的，你讲远远的所在，你要安怎救？要安怎救？信仰它是破迷信，信仰是脚踏实地的一种生活态度。所以今日牧师安尼讲的时阵，是互咱知，咱这个信徒呢，已经将上帝的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所以我们很容易患得属灵的近视、属灵的远视。远的看不到，近的又看不到。来，接下去医疗这个医学又告诉我们，那是视神经经过这个干转跟那个圆锥形的细胞的时阵，无法度感光的所在叫做盲点。亲爱的姊妹，咱做基督徒呢，在咱的信仰生活有真侪盲点。举例来讲，若是有人悲伤，你无法度通感受到，这个叫做盲点。若是有人快乐，你无法度甲伊相甲快乐，这个叫做盲点。若是受人恩惠煞不知感恩回报，这个嘛叫做盲点。有一首诗歌叫做《慈恩典》，咱拢真高吟。这首歌嘛真感动人。这首歌的作者呢是出自伫伦敦这个 John Newton 牧师所写。伊写这首诗的背景是甚物货？伊7岁老母失去，12岁军队的老爸行船，食啉食啉漂泊拢会晓，甚至到伫非洲掠黑人来做奴隶。不过这种的生活到伫1764年，伊悔改，伊感觉这种的生活、这种的物件袂使做，伊立志做牧师。伫在生的时，伊反对奴隶买卖，所以伊的一生最后，就亲像伊所写《慈恩典》内底有一个歌词，讲安怎？情我失丧，打被找回，青梅打得到看去。来个倒转啊，伫咱的圣经，也二个两个青梅，虽然目睭青梅，总是伊心内目睭却看会到。伫美国一个真敖拍高尔夫的一个教练叫做 Alice Morrison。这个 Alice Morrison 呢，伊是一个真有名的一个奥运打高尔夫球教练。伊讲要安怎拍好这个高尔夫，有3个条件啦。伊讲你若是要把球拍好，心理因素占90%，身躯的因素占8%。了后，机械就是讲你用的工具只有占2%。了后呢，这个 Morrison 伊写一本讲唔免练习，你嘛使拍好高尔夫这种的册。伫这本册内底，伊提出7个要点，总是总结论伊讲，若是要甲一项事做好成功，你心内必须要有一个真清楚、正确的图样。后来，亲爱的姊妹，牧师嘛是运动选手，咱10月份。总会二场杯要比赛，唔知咱公园教会有报名无？因为我是运动选手，我乒乓是国手，77民国74到77。后来，牧师用乒乓就是甲恁讲，其实咱台湾真侪运动员技术拢袂输人，总是心理因素真烂，心理因素真烂。来同款，牧师要甲咱讲，咱基督徒逐礼拜来礼拜，恁会烦袂啦？真的也假？好，上帝咧听哦。有足侪信徒问讲牧师，365一年365天，一年52个礼拜，我会使请假无啦？莫逐礼拜去啊，会使袂啦？我讲我毋是上帝，我袂使甲你准假。因为要培养一个信徒的信德，咱一定要安怎？爱训练。所以基督徒内底，伫咱总会教材有8要，基督徒8要，其中一个就是讲喏，你要常常聚会。牧师甲伊讲啊，伊讲咧，牧师为什么我拢爱礼拜啦？无礼拜会使袂啦？会使啊，但是你属灵的性命无去，因为礼拜就是咧培养咱成做上帝国一个心理因素。头头牧师讲着以色列人，因出埃及的时阵，伫旷野为什么要用40年？为什么？因为上帝要来训练这群以色列人，你若看出埃及记只有3个字，他们就会埋怨。出埃及记啊，这以色列人虽然伫埃及做奴隶啊，但是有鱼通食，有肉通食，有酒通啉，因甘愿做奴才啊。
但是上帝讲袂使啦，你要真做我上帝国的子民呢，哪会使继续伫这个埃及伫迄个所在做路咧？所以了后呢，上帝呢，就开始呢叫摩西甲以色列人呢，对埃及这个国家开始安尼瞧。你来看地图，其实还一礼拜就够啊。总是为什么呢？爱搁落去，搁考起来40年，而且呢，以色列人第一代全部拢死伫旷野，第二代才入迦南地。为什么？包括咱即马叫做基督徒，那伫信仰中间，能将旧约连起来，咱叫做安怎？真以色列人。虽然咱的血统不是以色列人，咱无惊甲咧。总是伫信仰上呢，咱拢是上帝的选民，对不对？啊，若对的时阵，为什么爱伫旷野操练？为什么？就是要培养心理因素。亲爱的姊妹。牧师问恁吼，若是恁咧聚会，牧师甲你讲，来，请这个姐妹祷告，不会怕的人，请举手。就是讲咧，若有聚会，主理的人讲咧，来，咱请这个人祈祷，啊，你带迄个人，啊，你若听到请你祈祷，袂惊的人请举手。哦，袂少哦，这两摇拳，3、4、5、6、7、8、9、10、11、12、13，好来，14，好算14。来，哇，按照变成3/4，不，对，只有1/4举手，3/4你们会怕祷告，对不对？会不会啦？你们知影阮头拄仔第一场的吼，国语礼拜堂吼，牧师有甲因讲，我讲吼，咱咧敬拜，吼，拢会讲呢，成为基督徒那一时刻，你的祷告就像你的呼吸一样，这么的自然，这么的自在。来讲台语，恁真做基督徒，伫讲台洗礼时阵呢，伫上帝甲这人的面前，牧师用水甲恁行洗礼，互恁规日白敬圣神的名，对不对啦？当耶稣要来时阵呢，互恁一尽香通，无甲恁吼，无下俗，一尽正圣。啊，讲起来做基督徒的时阵呢，唔免教你个要祈祷嘛，对不对啦？理论上是安尼讲，对不对啦？但是来请你来，无等你请你祈祷，马上请恩。这个是咱顶落教会未进步的所在啊！连祈祷去恁阁会惊？若徛讲台你都要喘死。不是跟你开玩笑。如果你连祷告你都会怕，安尼你甲上帝讲什么话？你祷告，我意思讲哦，恁到底逐工祈祷是咧祈祷啥？若是你连祈祷阁会惊，莫非你祈祷亲像无所谓写逐字稿吗？恁祈祷有咧写逐字稿无？无嘛，咱真自然啊！爸天父上帝，我今仔日该安怎？请你怜悯救我。所以这些牧师拢讲安怎？讲吼因若去别个所在开会，找无停车位，包括今日牧师哦，阮来时阵呢，我嘛祈祷呢，天父上帝，阮吼6点半个对中华出来，拜托，互阮有位通停。想我停伫教会对面上站，真正的呢。阮还袂8点就到啊呢，阮囝讲爸，咱开较慢呢，看讲有车位无？我想讲咧，不可以试探上帝，因为我一定伫心内祈祷讲主，拜托，因为新竹我毋捌来过，毋知停车位是安怎，我真惊啊！结果呢，偌好呢，毋是1位呢，佮3位。后来无说要安尼讲，咱讲是讲呢，有时阵，咱毋知咧做啥，好亲像痴迷的人。因为你唔知影讲咧，今仔日你做这个事奉，参加这个聚会，是咧培养你的心理因素。我伫第一场咧讲，每一个基督徒拢毋望咱死了后上天堂，对唔对啦？总是我要问第二个问，你有把握无？你有把握无啦？你若无把握的时阵呢，这个时阵恳求主帮助你，互咱伫信仰的追求甲造就的时阵呢，咱拢袂使安怎，袂使凊彩。咱来把握每一个时间，每一个聚会，每一种的咱的活动时，咱去参加。当咱咧参加时阵，伊就是咧培养咱的，互咱成做一个基督徒。当你徛伫上帝甲圣人的面前，无论是祈祷，无论是带敬拜，还是以后成做长老、执事、干部的时阵呢，咱来去甲你问，来咱请这个姊妹祈祷，你就讲好，我伫遮祈祷无咧惊，有法度无啦？有无啦？我啦点点。当然，祈祷分这侪款，总是无数就甲你讲，以后听到祈祷莫惊，好无啦？恁有讲哦，上帝咧听哦。后来最后美国有一点解毒甲解酒的这个中心，伊就用 Morrison 这种的方法叫做意象。意象是讲
当我食毒、食酒，因为食了成瘾，所以需要治疗。当然吼，第一遍啊去这种中心的人吼，因治疗师会甲你讲咱哥吼，无人甲你讲。所以即马吼，因为吼，你要戒毒戒酒的话呢，有一天你会正常啊。总是吼，这个治疗师会甲你讲，伊讲呢，当你不小心人甲你黑白看，你有这个无好的习惯，总是即马你来遮戒毒戒酒，有一天你要成做正常的人。所以治疗师个甲这人讲呢，安尼请你目睭放开，放轻松。你想看卖？以后呢，若对这个中心出去的时阵呢，你要成做什么种的人？来同款哦。这个治疗师讲安怎？若是这戒毒戒酒的人，伊心内有一个真清楚，什么叫做正常的人？有这个形象的时候，安尼伊靠意愿来改变。牧师同款用这个做结论，咱信徒久久，虽然你是公园教会信徒，总是即马请你目睭放开，眼睛闭起来。牧师要甲你问，咱伫公园教会做的遐尼久，你伫上帝面前叫做好搁尽忠的罗卜，总是今仔日咱听到耶稣伊伫这两个青面甲一个巴底麦，咱深受感动。虽然牧师讲道时间较久。总是即马牧师要甲你问，今仔日你参加这场的礼拜，你听到牧师讲道的时阵呢，你愿望以后成做什么款的基督徒？当你有真清楚你基督徒的形象的时阵呢，你有法度通把握机会无？最后，你通感恩回报上帝的恩典吗？请伫你的心内来应答，请咱目睭闭，咱做伙做祈祷。全能的父上帝，阮感谢你，拍开阮属灵的目睭，看出你奇妙的真理。阮公园教会的信徒伫你面前，阮决志要成做一个有耐心、会把握机会、会知恩回报的人。望父上帝帮助阮，互阮伫信仰追求的中间，借着你的气力，借着你的话的启示，互阮勇敢成做一个你所欢喜的信徒，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这是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请起立。
请坐。即时来奉献，请事献的同工。请起立吟奉献诗。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顾守阮每一个人的健康，互阮平安，佮赐阮智慧佮财富。即摆阮献上淡薄仔的金钱，为你所用，感谢上帝，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即时来报告，咱请春美长老。平安，今仔日是圣经学院的纪念主日，咱真多谢林牧师对中华教会透早就出门来到遮，甲咱分享上帝的话，咱拍谱仔来说多谢。顶礼拜有开小会甲中级会，我伫遮来报告小会所决议的一寡事项吼。第一项就是公园教会负责人，咱敢知影教会有负责人？吼，即马是换启修黄启修长老吼，然后过来就是咱派陈文静长老是今年2024年的第2长老，过来就是咱10月29要举行野外礼拜，吼，搁10月开始，国语礼拜的听词会做一寡调整，吼，咱也有机会去参加国语礼拜，就知影讲迄听词无啥共款。搁来就是10月15要召开临时好会，要来选举长老甲执事，搁文道的培育组吼，即马在筹备中级退休会，到开放型的领袖高峰会，这是小会决议的事项。即马就过来报告是中级会决议的事项，就是礼拜组开始在筹备圣诞节甲野外礼拜吼，这部分是文静长老的负责，小等伊会起来报告一下。过来就是咱的第4期的幸福小组。要开始伫10月份要开始，请咱会当邀请咱的朋友来参加。过来就是11月11拜六伫早起9点到下晡3点，
要来召开时间研讨会，所以请有相关的同工会当准备即个时间。咱知影这代志呢，就是希望虽然可能你无直接参与伫内底，但是希望大家会当为着小会甲中执会所决议的这代志来带导。那会当参与的，咱就尽量来参与，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听。即马咱请文静长老来报告野外礼拜的事项。林牧师，以及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先搁拍扑啊，迄个林牧师的后生啦，吼，辛苦伊啦，吼。伊透早为中华仔爸爸回来，来到咱新竹，吼，多谢。好，我即要报告咱迄个野外礼拜，吼。因为过去3年疫情的关系，咱足侪会友安尼，也无恢复实体的礼拜。伫线顶我拄则一直咧看迄 YouTube 内底吼，迄内底抑阁有11个、12个左右的兄弟吼，来转来吼。咱举办的即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咱的会友会当完全转来到咱的教会，咱伫遮过来组织，伫遮来共同的扶持。吼，咱的场地设想是咱要在地。互咱的会友真简单，就会当来到的所在，所以咱会选定伫圣经学院来做即个换所在的主日礼拜。咱的礼拜的设计是要用到美必具的方式，咱会伫遐有一个美必具的活动。咱希望咱的老一辈、中生代，也是少年的，也是学童，就是即摆国民学校即个。囡仔，咱会使做伙伫遐，透过佚佗的方式，会当来达圣经记伫的脑海内底。所以，咱迄一天10月29，咱是有定是，迄图片 PDF 档案爱出来吼，对，档案。咱差不多是10点到11点是，左边迄分敢毋是？毋是，左边迄点 没有那个档案，有啊，敬会说有啊。咱迄天是教会所有的会友拢，你直接到圣经学院，到圣经学院了后，咱10点到11点伫咧主圣馆，就是原来圣经学院迄个游泳池，伊即摆迄个因为经营的关系，他已经甲改造做主圣馆，咱伫迄个所在来做礼拜。礼拜煞了后，咱会爱大家椅仔收起来，然后咱来做一个美必具的活动。差不多到12点，咱就要到迄个行政大楼。行政大楼就是咱圣经学院入去正手边迄栋，迄地下室。迄地下室，迄个咱伫遐食中昼，咱有订25桌，差不多250人，250人。所以咱即个活动，咱即个需要采取报名，袂使无报名临时到，因为迄天圣经学院阁有一个差不多100外人的团体伫遐共款的用餐。圣经学院迄个地下室上济会当摆36桌，360人，所以咱250人就差不多，加迄个加另外一个团体。100通人差不多已经是满的状态，所以咱这个是爱报名后一礼拜开始，迄个报名过伫迄个咱的1楼来做，互咱
签到报名的迄个报名单个会写排出来。好，啊，咱即摆迄个下晡，若各团契，譬如讲妇女团契还是商业团契，你有需要搁伫迄个圣经学院来办理团契聚会，伫遐有久无来，啊，你伫遐要搁甲因有交易、有分享、有带导的，会使一定爱甲我讲吼，通好搁甲圣经学院来招教室，吼，因为圣经学院是每一个教室招拢爱有一个费用啦，拢爱有一个费用。啊，咱即摆目前招的是干那招一个301，互幼儿的迄个国民学校以下的迄个美美语来使用，哦。啊，若咱有需要的，咱就一定爱搁甲我讲，通好搁甲圣经学院的迄个窗仔口会当做联络，然后甲因招。好啊，咱即摆看一下圣经学院的图，落来，搁落来，好。这个向前走，这个就是咱圣经学院大门入去，还得一直行哦。正去迄个向前走，迄个二的右手边就是个行政大楼。啊，咱一直行去到内底，看到迄个路标的时阵，右手边有一个有路标图，路标图遐，咱看中间下面那个就一个转弯，转弯就可以走到主圣馆，哦，走到最底就是主圣馆的入口。啊，那我们会在那里做礼拜。好，来下一张，好。啊，这个主圣馆的入口，哦，就在左手边这个，然后右手边这个右上那个图是那个主圣馆那边的一间会议室，啊，底下是亲子室。啊，本来幼儿美美谷想要大家，但是我感觉场所伤矮，所以我先把圣经学院就伫教育大楼，哦，教育大楼，哦，好啊，这边这是主圣馆内底，哦，这较早是游泳池。哦，咱教会伫建堂迄个时代有去圣经学院做场地做主日礼拜，啊，检采会友有真久，已经24年前啊吼，真久啊，圣经学院嘛爱入去搁行看看，哦，做一个巡礼一下吼，啊，欢迎咱会友会当踊跃来参与吼。好啊，咱下一张，这个灰色的这水泥建筑就是教育大楼，哦，就是教育大楼。然后旁边这个是301，这是一个灵修室啊，但是它可以做美美谷幼儿美美谷来使用。好，好啊，继续，咱看这个餐厅，这餐厅这就是上大个是36桌，吼，36桌的量啊，所以咱250人吼，差不多是我们教会伫过去参加野外礼拜的人数，吼啊，咱今年同款掠这个人数啊，毋茫你甲囡仔要报名的。哦，咱这叫人数，哦，叫人数，250人，额满截止，哦，这唔好临时来啦，哦，临时来变做爱每一桌要插桌的时候，吼，会有一点困扰啦，哦，跟场地的限制啊，啊，望咱团契甲小组的聚会，会当利用这迄个左上那个是主圣馆的会议室，啊，左下的那个是。行政大楼的迄个1楼的双联厅，哦，那场地比较大。然后右上的话，那个是，现在在行政大楼的左手边，你进去行政大楼是左手边，现在是一个，圣经学院即摆有一个重返福音现场的展览室，哦，目前是展览室，但是到10月、10月15以后，才个会使会当伫遐开。做一个聚会，但是赶快爱招哈。啊来1楼有一个咖啡座，哦，这个咖啡座是喝咖啡的地方，哦，喝饮料的地方啊，大家也可以利用这个场地。好，请各团契哈，一定要尽快的跟我回报，说你要不要在那个下午继续在圣经学院办理小组或团契的聚会，哦，我通好事先来各大圣经学院做教室，安尼。啊，祈求上主保守咱会出去拢平安欢喜，会当伫遐同齐佚佗，来享受伫主内面的喜乐。今仔日的林牧师大咱讲，望欢喜来临的喜乐哦，望来临的喜乐，咱大家每一个人拢有这个准备，望来临的喜乐。好，多谢。好，我继续报告。请会众看周报第5项，第5点。
新学期这个陪读班，若有意外，请金溪长老还有可信执事来报名。第六项，市府小组今仔日下晡要去苗栗那个彩幼乐活动，下晡1点集合出发。第七项，教会有准备上圣经马可福音读本，要给外籍的朋友。家中有外劳的，请在1楼服务桌取用。教界的消息，中会辅路属工会，这请若有意愿的家己看。第2点，新德中会常年部的活动，若有备办心的，请闽台长老报名。这时来唱祝福车恳的诗歌，圣诗第387首，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甲之地，对即时的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有一个闹交去吼，佮新德中会有举办一个信仰教育论坛，新时代信仰培育，这个要伫圣经学院办理，伫10月初9到10月初10。这个咱教会同工啦报名的时阵，咱无带圣经学院700块，教会会补助这个700块，望兄弟姐。